夭寿哦，阮兜哪会变做共产党？回想往事，真感慨。这是发生伫我国小1年的囡仔代志。虽然经过40多年，应该是会袂记得啊，偏偏这件足罕古的，互我一直有恐怖的阴影记牢伫心肝内。会记得囡仔时代住伫英国的上北边，遐是真偏僻的阿南坑山顶，因为交通真无利便，学生需要行6-7公里路到英国国小去读册。对囡仔囝来讲是伤过远，所以国小1、2年的学生，只要去设伫隔壁坑的阿信区读分校就好。这所分校简单一间教室，阮2个年级坐做伙，拄啊好40-50个学生。毋过阮无坐共平，也就是2个年级是较接拼拄较接拼的坐法。遮简单有一位老师、校长兼讲经。等伊甲倒一个年级上课，另外一个年级就要家己自修看册。真少有2个年级做伙上课的时阵。住阿信区的学生，免阁行车路就会使到分校。若住阿南区的，上课的路程就精彩啦。伫上课的早起时，爱行车路1-2公里到分校。下晡下课的时阵，若好天，大家拢会相招，行2坑后山的山顶路，转去厝里。安尼是住伫阿南坑上山顶尾溜的我，煞变做上紧到厝里的。因为行山路真有挑战性，沿路有足侪通拖动物，通好算甲看，所以诚做阮囡仔人冒险的路途。大家转厝的路面会经过阮兜一间破破的草厝仔，也就是厝的顶悬，真正是砍草仔来遮日头，壁肚是用柴棒仔撩来架。这是阮阿爸家己用个人特色亲手甲起造起来。有一天，分校来2位青训的老师要教阮上课，因早规大本的乌白相片甲宣传的标语到阮教室内底。一开始就叫阮2个年级坐共面，开喙讲啥物万恶的共匪、人民公社、共产党是会食人的恶魔。中国人民爱食树皮、草仔根、香蕉皮，拢爱困伫树仔顶、棚空内。较好的也只有破草厝通好住，也阁有相片通看，好来证明是真的也假的。煞落，佮教阮唱2首歌：反攻大陆去，甲反攻复国歌。这个唱就是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，然后是消灭祖毛杀汉奸杀汉奸，佮爱大力用较战斗啊打法杀杀，来表示共产党真正是有偌尼啊恐怖的哦。到食饭歹下晡时，因叫阮爱认真看中国废墟的乌白相片，真正看会到相片内底的人当咧捕草、食香蕉皮，阁有人送敢若皮包骨的相片。当我看我入神兼可怜中国人民的时阵，雄雄有当初哀一声讲：迄敢是啥物人因兜？原来因兜就是共产党哦！所有当初拢牵我去看，连我嘛我去前一看，险险啊昏倒。哪会是阮兜迄间破草厝啊啦？我靠啊！阮兜当时变做共产党啊！早起出门时，阿爸阿母还阁好好，敢是互共产党掠去啊？当场已经有当冲准备要甲我配喙烂兼牵石头啊！我即时放声吼甲骂叫。惊动2位保密防谍的老师来关心，当场10喙9脚算讲煞。2位老师知影相片内底共匪的破草厝原来是阮兜，才伫遐哀惨。我想大概是讲，夭寿哦，哪会去处着即位学生囡仔因兜的囝啦？因哪紧甲我安慰讲无代志，
那解说讲，迄只是生做真共款的草厝啊，你毋免烦恼会有路无厝、无爸无母。阮班级导师阁交代，叫阮迄天拢爱行车路转去，而且叫带阿南去山腰的东涌，一定爱陪我行转去山顶的草厝。安尼，我才无阁继续耗落去。落尾，东涌真正有陪我行转去山顶，毋过，但要活300-400公尺左右，东涌远远看着阮兜，伊就讲：啊，恁兜到位啊！即时骹底抹油就酸啊！我看伊可能比我阁较惊吓。我伫门口远远徛伫遐，足久拢毋敢振动。尾也是阮厝内饲的狗仔走来迎接我即个小主人。我甲伊算甲袂记得通惊，才慢慢行转去厝内底。我一入门，随后阿母骂：夭寿死囡仔是走去倒位？哪会到即摆才到厝？我随甲应：是迄恐怖的共产党啦！阮母也应讲：啊，听无你咧讲啥啦？紧去洗手洗面，通好食饭啦！这段真实发生伫家己身躯顶的代志，真正互人感慨万千。过去的国民政府为着要甲人民洗脑，会使不择手段，用尽心机来做半真半假的洗脑宣传。听讲迄边的中国政府嘛是同款，对人民用半斤八两的洗脑方式，如今无阁接近的攻一帮人。煞甲对岸的中国政府你兄我弟亲好好，不时做伙斗空来恐吓咱台湾公民。阁听讲以后有啥物白目色的力量，互染甲变红目共的真假仙，伫遐一家亲假鬼假怪。请问咱善良的台湾公民，敢要阁甲因信斗？